共当局不允许为一名哈萨克白血病青年提供治疗。这名白血病患者于2018年被关进东突厥斯坦伊犁州的一个集中营，在那里他被判处19年徒刑。根据于吉尔塔内在脸书账号上分享的诊断文件，这名哈萨克青年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但是主管当局不允许他接受治疗。近年来，中共发起了针对东突厥斯坦的哈萨克和维吾尔人的大规模任意逮捕行动，并将数百万人拘留在集中营中。目前，武汉冠状病毒流行威胁世界，海外维吾尔人担心这些集中营的恶劣卫生条件可能导致大规模流行。在东突厥斯坦，近年来维吾尔高级官员一个接一个的被中共纪检机构淘汰，针对他们的指控是涉嫌严重违纪和受贿。消息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农业厅厅长埃克拜尔伍普尔涉嫌受贿一案，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公开简历显示，埃克拜尔伍普尔1959年1月出生，1975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阿克苏地委副书记、自治区农业厅党组副书记和厅长，2017年1月退休。早在去年8月26日，中央纪委国家建委网站通报了埃克拜尔伍普尔被查的消息。据寒冬网报道，去年随着中共消灭穆斯林文化信仰的运动越演越烈，两所开办古兰经学习班的阿拉伯语学校遭强行关闭。2019年7月，宁夏银川市一所民办阿拉伯语学校的校长和几名师生因储存古兰经遭当地警察抓捕询问。2019年11月，中沙海阿拉伯语学校遭取缔，学校教师、学生阿訇被驱散遣回原籍。当地一名回族穆斯林透露，2019年春天，当地警察曾突袭中沙海阿拉伯语学校，称有新疆暴乱恐怖分子潜入该校，欲强行抓捕所有新疆籍学生。因学校负责人和老师极力担保，维吾尔学生才躲过一劫。中共真狠，不让培养穆斯林学生，以后清真寺里没有阿訇，穆斯林慢慢就绝了。当地一名穆斯林说：“我们信真主犯什么法了？共产党凭什么这样欺负我们？习近平他自己没有信仰，也不让我们有信仰。”深圳在武汉冠状病毒爆发后，成为中国首个立法禁止消费猫和狗肉的城市。专家指，来自于中国武汉市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内的野生动物，可能是最初病毒的携带和传播者。该市场售卖多种野生动物，包括蛇、野兔等。深圳市政府发表声明表示，猫狗作为宠物，与人类建立比其他动物更亲近的关系。禁止使用猫狗等宠物，是许多发达国家和香港、台湾等地区的通行做法。据悉，该禁令将从5月1日起生效执行。目前正在进行许多签字活动，以禁止在中国使用野生动物。自2019年12月前后在中国爆发，并于3月11日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疫情大流行以来，目前全球已有100多万人感染了武汉冠状病毒。已造成51485人死亡。世界上的病例数在不到1周的时间内就翻了一番。美国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23万5千例。意大利和西班牙是疫情死亡人数最多的2个国家，分别有13915人和10096人死亡。法国死亡病例4503例。另一方面，伊朗议会长也确诊感染武汉病毒。至4月2日，土耳其确诊病例超过18000例，36人死亡。